做伙读圣经，今仔日8月7日，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到第42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39章，迄时巴拉旦的囝巴比伦王米勒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嘛已经好起来，就找使者提批甲利米去探访希西家。希西家真欢喜接待因，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香料、贵气的油，甲伊所有的军器，以及府库内的一切，拢互因看。伊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无一项无互因看。后来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伊讲：这人对你讲什么？因对倒位来见你？希西家讲：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以赛亚讲：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什么？希西家回答：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以赛亚甲希西家讲：就听上主万国统帅的话，日子都要到。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无留甲半项。上主安尼宣告：搁你亲生的，你的子孙，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希西家心内想讲：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就对以赛亚讲：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第40章，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子民，要鼓励耶路撒冷的子民，对因大声宣布：因做俘虏受的苦已经到额，因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着所犯的罪已经对上主受双倍的刑罚。有声在话讲：就伫旷野为着上主准备道路，伫风波为着咱的上帝开大路。逐个山谷着吞好满，大山小山拢卸好平，悬低无平的地着铺好平坦，坎坷的所在互伊变做平地。迄时，上主的荣耀会出现，全人类拢会看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有声在话讲，就宣布。我问要宣布什么？就宣布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上主吹来的风一个扫过，草就干，花就谢。确实，人不过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报好消息的锡安娜，就爬上关山出来大声话。报好消息的耶路撒冷啊，就好胆，大声对犹大的众城讲：看咧，恁的上帝，至高的上主大权能地来啦！伊要用权柄掌权，甲伊做伙的有伊所解救的人，行伫伊头前的有伊解救的子民。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揽我羊仔囝，甲因抱伫胸前。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囝少年的养母稳稳仔行。啥人捌用手心量海水，用手掌测量天？啥人会当用杯堆大堆的土粉，用尺仔称大山小山？
啥人会当了解上主的心，做伊的导师，甲伊指导？啥人会当做伊的参谋，教伊正直的路？啥人会当教伊知识，指示伊明智的道路？伫上主眼中，列国不过是桶仔内的一滴水，是天平顶的土粉。海岛不过是极轻的尘埃，黎巴嫩的树木无够做柴疗烧，树林内的走兽嘛无够做烧化剂现。伫上主面前，列国无算什么。对伊来看，逐项拢空空无存在。安尼，恁要用啥人来比评上帝？恁要用什么形象来代表伊？兼要用偶像？偶像不过是师傅铸造。金匠用金甲伊包，用银链仔甲伊装塔。无钱贪买金银的人，因就拣卖烂的好茶，找牛的师傅，甲因菜卖叮当的偶像。恁敢毋知，敢毋捌听见？对古早到今，敢毋捌有人甲恁讲？恁敢还未明白大地安怎受创造？上主做王，坐伫大地的穹苍顶面，地上的居民亲像草莓遐尼细。伊踢开天，亲像伫拖毛梨；展开天，亲像伫搭布边。伊甲统治者拢拖落来，互世间的领袖拢消失去。因拄拄遮野种，拄拄遮栽种，拄拄遮电棍落土，上主用风甲因吹，因就打去。因亲像草油仔，互光个仔风吹散。神圣的上帝问：恁要用什么人甲我比？什么人会当亲像我？恁举头向天看觅咧，是啥人创造天顶万象？就是会晓算天神的数目，搁带因出来，会晓一个一个叫因的名迄位。伊的权能开力大，连一个拢袂落够。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哪国啊，你是安怎讲？上主毋知我受着的痛苦，上帝无关心我的权益。你敢毋知？敢毋捌听着？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也袂生，伊的智慧袂得测量。野生的人，伊使因开力；软弱的人，伊互因能力。连少年人拢会野袂生，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毋过，倚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开力，会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因号召袂野生，行远路嘛袂昏倒。第41章，上帝讲：众海士啊，就伫我的面前静静；众人民啊，就重新得到开力，就互因进前来申诉，咱做伙徛进前来辩论。啥人对东方兴起一个胜利者，互伊百战百胜？啥人将万国交互伊，互伊吞打诸王？互伊用刀甲因赶散，亲像在扫土粉；用箭甲因消灭，亲像大风吹走麦果。伊对赶因非常顺利，一句仔就入着因。紧甲若船骹无踏着地，是啥人互即项代志发生？啥人起初就决定历史的动向？
就是我上主，上起头我就伫遐，一直到上落尾我嘛会伫遐。郑海师有看到，真惊吓，地的石头嘛拢惊甲皮皮喘，因拢做一个组织活来，逐个人拢互相帮赞，彼此鼓励讲，伫勇敢，无像勉励阮像。注着偶像的师傅，鼓励顶顶仔的目睭。因对拍铁的讲，拍了真好。顶顶仔的将偶像裁互稳固。毋过，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我所选立的哪国啊？你是我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后代，你是我对地的石头带来的，对上远的角落调来的。我有对你讲，你是我的仆人，我有拣选你，袂弃杀你。毋免惊，我不时甲你同在。毋免惊，我是你的上帝。我要互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看咧，所有对你发大生气的人会闹开见笑，家己三钱的人拢会无去，袂忘。对抗你的，你要找因嘛找无，挑战你的，因拢会消灭。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扶持你的正手，毋免惊，我要帮助你。讲即句话的是我。你即个哪通的以色列啊，毋免惊。上主讲，我要帮助你。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看，我要互你做小五国的器具，是新过来有气的器具。你要甲大山吞甲喙喙，互小山变做那粗坑。你要甲因拼，互风吹散，狂风甲因扫走。总是恁会因为上主来欢喜，会用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做夸耀。善食困苦的人找水拢找无，因为若后搭喙齿渴。彼时我上主会听因的祈祷，我以色列的上帝绝对袂放杀因。我要伫臭大的山顶开江河，互山谷冲出水源。我要互沙漠变做水池，互打扫的地变做泉源。我要伫旷野种百香树、金合欢树、中青树、橄榄树。我嘛要伫风坡栽种松树、杉树、黄杨树，互伊变做树林。安尼，人民看着就会明白，这是我上主的作为，因为体会会了解，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上主对偶像讲，提出恁的申诉。以色列的君王讲，摆列恁有力的证据，就对阮讲特别发生的事，甲阮说明以前发生的代志，互阮通斟酌想。预测得要来的事，知代志的结局，就互阮知将来要发生的代志，阮才通知恁是神明，着舒服气，也是降灾祸，通互阮敬畏、恐慌。恁甲恁做的一切拢无算什么，选择恁的实在通仰慕。我已经对北方兴起一个人，伊对东边来，要求叫我的名。伊吞打掌权者，亲像在打土梅，亲像烧灰师傅在打念头。啥人伫起头就宣布这个代志，互阮知。伫起头就讲明，互阮通讲，伊无毋对。其实无人宣布，无人说明，嘛无人听着恁的话。我大声对锡安宣布，我派一个报好消息的使者去耶路撒冷。我伫正神明中间找
找无一个导师会当应答我的问题。所有的神明拢无路用，因的所做是空空，因的相不过是风。第42章，上主讲：看咧，我所扶持的仆人，伊是我所拣选、心所喜爱的。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伊会伫万邦施行公义。伊袂出声发，袂大声嚷，伊会伫街头喊尾话，互人听见。受伤的芦苇，伊袂压断；要花的灯火，伊袂分析。伊会确实施行公义，伊袂灰心，嘛袂失志，一直到公义伫地上确立。正海岛拢仰望伊的教导。上帝创造天，甲天铁开，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物，将开赐予世间人，赐生命予伫地上伫生活的人。这位上主，咱的上帝安尼讲：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通过你，我甲万民定契约，要互你做万国的光。你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互受管的出家业，互坐伫黑暗地牢中的得到自由。我是上主，这是我的称呼。我袂将我的荣耀让予别个神明，袂将我的称赞归予偶像。看咧，早前的事已经实现，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伫还未发生以前，先讲互恁听。海甲海中一切的生物，海岛甲岛内的居民，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对天边海角称赞伊。荒野甲内面的城镇着出大声，其他人的庄稼着欢呼，西拉的居民着欢喜唱歌，对山顶大声喊，因着将荣光归予上主，伫正海岛宣扬称赞伊。上主会亲像战士出征，亲像勇士激发斗志。伊会出声发，大声叫，勇猛攻击伊的对敌。上帝讲：我已经忍真久，一直恬恬无出声，但我要采取行动，亲像产妇哀哀叫，直直喘袂离。我要互大山小山拢荒废，互所有的花草干了了。我要互江河变做大地，互湖水拢干去。我要带失明的人行路，行因毋捌行过的路。我要互黑暗伫因面前变做光明，互弯巧的路变做直直。这事我拢要做，绝对袂放弃。我去雕刻的偶像的，对铸造的像讲：恁是我的神明的人。这款人一定失败，受大侮辱。恁这臭耳的着听，恁这痴迷的着看。啥人比我的仆人搁较痴迷？啥人比我册的使者搁较臭耳？以色列啦，你看真多，毋过袂明白；你耳孔拍真开，毋过袂领悟。上主以爱秉公行义，将家己的教导发扬光大。毋过，这个受羞辱、剥夺的子民，拢关伫地穴，禁伫监狱，因互人做纳物，光走，无人解救；因互人劫去，无人要求放因。恁中间有啥人会关心这个代志？对现在起，有啥人会注意这项事？啥人将哪国交互人做纳物，互以色列数十人抢劫？是因所得罪迄位上主本身，因毋肯行伊的道路，毋肯遵守伊的律法。
所以伊将猛烈的生气、战争的暴力，拢摒伫以色列身上，因互烈火包围，毋过拢无要无紧，互火烧着，嘛要皮皮。咱今仔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39章到第42章。